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栈客节目。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咱们的哈嘎发。说到这个哈嘎发，虽然已经从第1集发到第8集啦，但相信各位年轻朋友还是会觉得这个语言好像有点陌生。平常好像只有捷运、火车、高铁要到站的时候会听到，像准备哈茶，还以为是准备要喝茶嘞。偶尔不小心听到有人讲俺那个哈嘎发嘞，还以为是个港仔嚟噶，雷猴啊雷猴。除此之外，身边说自己是客家人的朋友，或一半是客家人的朋友，或1/4是客家人的朋友，或是8分够啦，也常常是双手一摊，一句客家话都不会说，除了跟客家血缘沾到边以外，还真的找不到其他半点关系啊。说到台湾的少数弱势的文化，原住民朋友当然是最少数最弱势的，谁敢比我惨？相对原住民朋友，客家族群号称400万人，在台湾社会还不至于落入社会经济弱势，有钱有势的客家人还是满天飞啊。但即便如此，研究客家文化的学者发现，客家人母语使用者的下滑速度竟然比原住民朋友下滑的还要快，实在是哈心灵啦。根据客委会的调查，40岁以上还有超过60%的人会说客语，但18岁以下的小朋友会说的只剩下1/3，1/3，简直比小火车粉丝页的女性使用者比例1/5还要少啊！这可是严重的断层，赶快去冲粉丝页，不对，赶快来学客语啊！别急，卖慌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在漫长的移民历史中，喉咙狼占绝对的优势人数，让许多客家人当身处喉咙狼占多数的环境时，慢慢就跟着同话说福佬话啦。久而久之，也忘记客家话要怎么说。这类明明是客家人，却只会说福佬话的客家人，我们就称作吼漏哈。除了在历史洪流中被福佬文化侵蚀以外，中华民国政府降临以后的国语文运动更是一记杀手锏。怎么杀手怎么手贱，怎么念都怪怪的。这就请大家自己点进去复习啦。总而言之，在官方的各种封杀底下，客语几乎无法在公开的场合使用。就在左边一个吼啰维，右边一个官方国语的假雅夹之中，客语流失可说是台湾客家存亡最大的挑战呐。正所谓年迈注重点，不崩注重眼；年迈注重行，不崩注重上。在这样的危急存亡之秋终于出现啦，是个让应景精神头抬高高的还我母语运动啊！在运动中，客家意识跟着大爆发，原本隐没在社会中不见客影的客家人纷纷站出来，高喊自己对客家的认同。可惜的是，在这个客家族群站起来的趋势中，我们却发现会说客家话的人口并没有趁着趋势往上爬，反而是越来越少啦。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在经历民主转型后的政府也顺应民意，成立了一个中央机关客家委员会，以振兴客家语言文化起来为使命。各种客语宣导与学校的母语教育纷纷冲出笼。到了2003年，一个以使用客语发音为主的客家电视台终于孵化啦！啾，但是连啾都有很多种啊，客语腔当然也是有百种的呀，像是西烟腔、破语溜腔、太普腔、牛腔腔、小安腔。天哪，这么多腔，到底该用哪支腔啊？电视台虽然努力在寻求各种腔调最 fit 的出现机会，但各种腔调的客民仍然不服气啊！凭什么你播的比较多，我播的比较少啊？人多了不起啊！总之，这个腔的问题到今年都还是吵闹，令人头痛啊！语言是承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，也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的。一个族群如果无法保存它的语言，离消失的命运就不远了。有人说客语在50年内会消失，有人则更悲观，认为客语已经到了存亡之秋。但若要有所改变，或许就是现在了呢。除了学校的母语课外，如何让客语回到家庭、回到生活、回到奶丢心挑轰？而整天忙着朝日、朝韩、朝欧美的我们，是不是也能跟着一起朝客家呢？好的，咱们客栈就拜。哇，原来客语的保存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的地步啦！对啊，而且语言这么多的问题，也不是我们3-4分钟就能理得清的呢。对嘛，你看我学客家话也不是3-4分钟就可以学会的啊！你又不好好学客语，怎么会有说服力呢？哪有，我也有好好学好吗？你听哦，大家共下来讲客家话吧。虽然有点不标准，但真的进步了耶！大家要像凌晨一样，好好客家话，保存客家文化哦。没错，好好客家话，保存客家文化。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再让客栈和大家一起讨论客家议题咯。拜拜。拜拜是我要说的。在有下一季客栈之前，都让我来说。大家好，我是制作人萧雨辰，感谢大家这几个月来的支持。关于客家文化，我们也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。凌晨的客语也有待加强。但是什么？我练那么久，你说我那么有待加强？你本来就要加强，不要插嘴啦！我就是不想这样。